那从黄伟哲市长上任以来，108年到111年这4年的时间，已经投入了34亿余元来建设我们农村地区的农路跟水路，整个的经费大部分都放在我们的西北地区，还有我们的大北门地区。其实每一年都在增加农水路的这个经费。从108年呢，我们农地重划区的市预算编列1.5亿，那到109年呢1.7亿，那再来110年呢1.9亿，那到111年呢就编了2.9亿，所以这个经费一直在增加，就表示我们市长非常重视我们的农村，那也非常希望呢农民有一个好的一个生产环境，那让他们的这个耕作生活都更加的便利跟舒适。这条啦，做得真正袂歹。拄啊，做咧，因为这条路我时常有当时自己惊4、5届啦。前迄去做好，我咧甲看吼，这条路真正有照去讲爱做，就是讲有认真做啦。本来是破破烂烂吼，这都来管改善安尼吼，对这农民非常好啦。咧收割啦，路种啥，骑车也较安全啦。无这。咧做事拢一寡老人吼，骑车那个路歹，影会跋倒吼，较无方便啦。感谢市长市政府甲咱做这样水的路啦。那我们今年呢，111年我们还要投入我们西港14这个早期农地重划区的这个改善。那么总改善的面积大概呢会有500公顷，那总投入的经费呢会有4700多万。那我们会改善15条的农路，15条的水路，那总长度大概有7400多公尺，而且呢还会做200座的耕作板桥。那这个地方呢，他们种植水稻、胡麻，所以这个大面积的一个早期农地重划区的改善完了之后呢，会对当地的一个农业生产环境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今天特别来到我们西港哈，西港也是台南的一个农村的地方。那农路是农民这个很多农产品进出很重要的一个通道。那这个地方原来只有2.9米的宽度要会车都很困难，现在已经大幅增加了4.9米，增加到4.9米的宽度，将近5公尺。那会车也很容易，尤其农机进出也很方便。大家可以看到，本来的水沟都是 V 型沟，很容易崩塌。现在改成 U 型沟之后，不但排水量增加，然后也可以让这个水沟更加稳固，那不容易崩塌。因此呢，我想说，改善农民的农路，就是改善农村的高速公路，让农民能够容易的在这边不管从事生产，不管进出，不管开车，不管骑车，都是很方便的。所以这是我们重点的一个施政项目。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8月25日中间台南电新闻。为了让青少年在休假期间将对伫学校较无接触的新闻传播媒体有所认识，所以总监款评三观王相主持团队第2提出的主播夏令营，为期2天课程，25日开始登场。第一天主要有规划元宇宙虚拟偶像的制作，有专业的摄影教学、加实地采访等等，主要内容拢让参与学生收获满满。2022新世代主播夏令营课程规划丰富多元，都邀请南台科技大学资讯传播系黄琼宇老师为学员讲解元宇宙的概念甲便利，并向学员解说元宇宙是如何利用 AR、VR 等科技产品串联起虚拟加真实2个世界。可能有听过，可是呢不知道元宇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应用。那其实很简单，元宇宙就是下一代的网际网络。下一代的网际网络有什么样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什么？它是整个是沉浸式的，就算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也可以感觉到我好像到另外一个空间去。所以这跟以前我们只是看荧幕不一样哦。我们现在是整个人投进去到这个空间里面。除了听老师讲课，也让学员家己动手画出人物角色，透过 App 的帮助，让角色动起来。另外，课程中也安排学员体验做虚拟偶像，
科技的进步，让人印象深刻。可以吗？可以了哈。那你可以讲话之后比动作，来跟大家挥挥手。嗨，大家好。哇，你看他就跟着走，对不对？这堂课就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因为元宇宙毕竟是一个就是未来的趋势嘛，那可以借由这次的机会，然后就是接触到这个新的科技，我觉得蛮不错的这样子。那你过去了解元宇宙吗？过去就是比较浅，然后这次就比较深入的去探讨它。觉得虚拟主播这个课程你觉得怎么样？很有趣。哎，怎么样有趣？讲一下。就可以感受到未来的样子了。可以换自己喜欢的衣服，然后把它打扮得很漂亮。然后还可以讲话这样。对，然后可以模仿动作。很有趣。下晡的课程就是让学员亲自敲定做记者提问。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也特别派出2位主播秦碧纯跟郭文吉，教导采访的技巧跟注意事项。你讲的时候你会拿对自己，对不对？然后我讲的时候你会对我。对，那一般如果说我们摄影机在前面的话，通常你会请受访者要对着摄影机这样讲，对不对？然后你麦克风拿的时候，你就是变成要注意这个麦牌，好，要让它出现，所以通常会是这个角度。你们不能拿这样子啊，那你拿着，有的记者拿这样，是不是把人家的脸都挡住了？为什么你想要当主播？然后就递给我这样，对。我觉得那时候我在大学念的是新闻系，我觉得这个行业对未来可以接触各种人群，那对未来的出路很有帮助，所以希望走学以致用的方式，然后来走新闻系这样子。那我觉得走到这个系当中，也觉得学的东西真的很多，那也可以接触很多到不同的人群。前景台南20活动的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每当规划举办精彩活动，每一次拢受到热烈回响。这次的活动将带领学员了解新闻媒体幕后的工作内容，透过采访演练、念影、写稿、报新闻等课程，让学员体验做记者甲主播的趣味，并邀请业界名师授课，针对新媒体时代元宇宙议题，甲媒体适度受用来做讨论。希望学员一边算一边学，锻炼大量提升自信，并将新旧媒体所爱具备的知识甲技能融合，培养科技媒体时代必要竞争力，建立成为有智慧的阅听大众。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让民众愿意生，议员蔡小薇上午透过市政总咨询，除了希望加强台南托育的品质，嘛包括奖励托育、补助托育中心等等，来提升生育率。议员蔡小薇以台南市106年到110年的出生率甲生育率来比较，民国106年，台南市每1000位人口只有7.3位的新生儿，一直到110年，生育率每1000位妇女只剩0.78，也就是生不到一个新生儿。出生率甲生育率拢哪来哪加，因此提出6度的托育奖来比较，希望伫个托育中心甲托育人员会用有更较侪奖励甲补助。生唔敢饲袂了，整体全国的生育率是逐渐下降。未来我们台南市政府如何再来优化我们的托育环境？我们的托育人员，我们给予的奖励又是什么？我们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来检讨中间我们的托育人员他们的流动率。坦白讲，托育的我们要增加钱，那家长我们要多补助钱。那家长多补助钱，然后让这个托育环境更好，家长敢生，然后这个托育机构能够收得到这个幼儿，这比较重要。因为今年那个托育津贴也提高了嘛，所以跟我们托育协会这边来讨论的话，我们今年已经提高它的收费，原则上朝9任跟评鉴的成绩的奖金，还有收托我们弱势的身障的这个婴儿这边为主体，后续我们朝这3方面来做努力。剩下的后面再一点一点跟局长讨论啊。除了关心0到2岁托育政策，另外伫个台南的青壮年人口大约有56万人，占总人口数高达30%，但却无一个青年专职机构。青年的事务分散伫个经发局的青创专区、甲研科会内面。对此，议员希望参考桃园甲高雄青年局的规划，
建议市长伫连任以后，一定要设立青年的专职机构。台南新闻林英根、杨顺怀采访报道。台南市特色公园总共有17座，在几档内行动率高达200%。不过，议员李宗翰伫总咨询却批评南北无平衡，拢集中伫市区，加上游戏器材设计安全冇问题。对此，市长回应未来一定会严格要求。台南市特色公园的建设，伫这2档会用讲快速成长。新营地区伫2021年新加一座。到2022年，也是唯一的一座。对此，议员李宗翰以人口数的平均，伫溪南部分，大约每5万人都有一座的特色公园。不过，伫溪北可能要50万人才有一座。因此，批评市府欠缺地域的平衡。对此，市长嘛表示认同，未来会来严格要求。那特色公园的部分，我想市长其实要予以肯定其实增加了非常的多。到2022年的时候，我想新营还是维持一个，然后其他都在原市区里面。可能公务局在照顾乡亲的时候，或许有他选择的原因或者其他理由。那如果再把它切到西南西北的话，看起来似乎这个条件又更加不利。市长，你的想法？坦白讲，您说的我也是有感。是我自己出生台南县的这个，我觉得我看不下去啊。是。好，那我一直要求在这个特色公园也好，或是特色游具的布置也好，一定要兼顾到这个南北。那我接下来我们会严加要求。我跟您讲，我严加要求。是，谢谢市长。除了加强地域的平衡，另外伫游具的安全部分，因为进前有小朋友使用选过花柳树的时，无细机来飞出去，议员嘛要求要加强警告。虽然部分的特色公园有真歹保全来巡视。不过，安全的部分也是要家长甲小朋友做伙来遵守。台南新闻林英根、杨顺怀采访报道。因为节气的关系，今年白露到中秋只有3天的时间，所以议员游泳池伫总咨询关心台南文旦的采收甲销售的状况，特别因为中国禁止台湾文旦进口，毛议员相当烦恼，希望公部门加强行销。议员游泳池表示，今年的文旦产期距离中秋节只有3天的时间，伫台南农产当中。文旦总产量一档大约有25000吨，就算今年减收1成，加上中国大陆禁止台湾的文旦进入，议员建议，希望市府伫中秋节前后一定要做好行销的配套，才会用消化后续文旦的产量。这内销敢袂行，外销敢袂出去，加工是应该是无问题。那就拢2500吨嘛。议员报告，因为咱阵内销嘛做热烈咧销的，像顶礼拜我去麻豆农会时，伊规个仓库伊要出货出几啊千箱，伊用甲麻豆农会甲咱农民收这油啊，加赶要出货都几啊千箱，吨甲伊规个仓库拢无位人放物件，就表示讲伊一定有接着订单，爱这个赶出货。所以其实咱的迄个内销的出货是做畅销咧进行当中。通路上重要，到时咱这文旦有通路无？有，甲议员报告，其实咱台南的麻豆文旦吼，咱差不多7成拢是迄个，我去年食了好，我今年过来甲你买，大概有7成以上是安尼销售。咱今年包括下营农会嘛，佮甲农民买10万斤，麻豆农会至少佮甲农民买100万斤。咱全年的通路吼，咱已经差不多31万斤，甚至咱伫迄个家乐福嘛有5万斤拢咧销售，所以表示咱规个内销是做畅通咧进行。另外，有关议员关心文旦外销的情形。市长黄伟天嘛回应，虽然文旦的内销会受中秋前后的影响，不过外销一定要重品质。就算中国禁止台湾的文旦，加上今年减产的量低过外销的量，市府嘛会将文旦的外销品质来顾好好。台南新闻林跟杨顺怀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香喷喷的月饼出炉了！不管是栩栩如生的兔子，还是印着中秋团圆字样，怎么看它就是月饼。但其实这是尽心生计，因应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特别推出的手工皂月饼礼盒。
依照不同客户需求搭配，选用国外进口有 SGS 认证的天然精油皂基，每颗都是下定才制作的复方皂，让手里的人既不会造成体重负担，用了还能滋润皮肤。我们精心所调配这个月饼精油皂比较特殊，就是说我们针对这个皂是设计是用途是做洗脸的，还有洗身体的。那用在洗脸的部分，我们是针对像这个上面有一种姜黄跟藏红花，跟这个香茅是比较属于混合性肌肤，而且混合性肌肤有些是皮肤比较偏干。那偏干的话，我们的里面的皂基就会添加一些天然的氨基酸，让它洗完保湿以外，还能让它滋润一点。那一般的皂呢，他们就洗完可能就是保湿而已，可是等一下就变干了。那但是我们的皂不一样哦，就是洗完之后，它就是因为是复方的关系，所以它可以发现，就是他们发现他们的精油皂的一个滋润跟保湿的一个功能。那洗身体的话，它会针对皮肤等于去角质，跟皮肤我们形成长期这样洗精油皂，其实的好处就是说，让我们皮肤再形成一个保护膜，增加一个保护力。那洗一般的皂当然不行，洗一般皂你如果干涉的话，就是清洁而已。但是你可能还要再抹一下乳液啊，做一下保湿。要不然你在冷气房下的话，你会觉得哎怎么那么干，很不舒服。那如果太干的话，我们皮肤如果一晒太阳，其实会痛，因为没有保护膜了。所以精油皂为什么会一直那么受到市面上那么喜欢那么多人喜爱，就是因为它的功能性有比较贵一点，但是它的功能性真的比一般我们清洁皂好很多。除了月饼造型，静心也会根据客人需求，协助寻找不同的模具，让手工皂造型多变，不同节日都能有订单上门。其实都是客户的需要，我们再去帮他们找这种模具来帮他们做。那做的时候，我们像现在目前南区区公所他们现在最近的父亲节有颁发，有要颁发父亲节的活动，所以说就订这个按摩皂，他觉得蛮有意义的，因为跟一般的皂比较不一样，因为他拿回去就可以这样洗一洗，起泡之后可以就这样子做按摩，很舒服。然后这也是一头皂底的，就是说头部也可以洗，脸也可以洗，身体都可以洗。好，所以我们很多皂有的是一皂到底的，一种是只有洗脸部的，洗身体还是有分开。好，所以我们有做很多像这些造型的部分，像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功能，比如说你喜欢海洋系列啦，你可能比较缺能量啊，那我们就跟客户问啦，你如果比较缺能量不足，皮肤比较暗沉，那我们就用海洋系列啊。那如果说我想青春一点、冻龄一点，那我就用玫瑰的啊。好，那我想说我要更有活力，还要更有杀菌功能，不要避免蚊虫咬伤。那我们可能就是会用一些像这个姜黄啦，还是我们的香茅的部分下去调在一起使用。天然精油皂基只要经过加热融化，搭配模具的使用，就能跳脱传统肥皂方正的造型，让消费者爱不释手。看看这小朋友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蛋糕，恨不得能全部带走。未来过节烦恼到底该送什么礼盒，才不会让对方吃下太多热量？手工皂礼盒或许是个不错的新选择。迎接中秋，为了让弱势家庭买当感受过节的气氛，宜园创专甲台南市百业国际安平学会理事长颜家莹共同发起公益活动，主打的就是文旦的礼盒，你买一克，就为你捐一克来分享给弱势家庭，同时嘛是支持满岛在地果农，邀请各界踊跃来响应。由台南市原创专甲台南市百业国际安平学会理事长颜家莹共同发起的公益活动，这次特别甲台南市社会局合作，推出台南市社会局公益文旦礼盒仔，主打你买一克，因着替恁捐一克，予台南市社会局分享给弱势家庭。买一就送一，只要大家买一箱这个柚子，我们就捐一箱给社会局。来帮助我们的弱势家庭那在这个中秋月圆的时候，也能够得到暖暖的这个爱暖暖的这个温暖感谢，那我们有这个机会呢，与我们的社会局一起做配合，也感谢蔡芳全议员的协助那我们有一个桥梁，那我们有机会呢，集合大家的力量汇集小爱，集成大爱让大家可以享受到我们台湾的温暖
最美丽的旗就是我们台湾的旗哦。社会局长陈英基伫记者会现场，也代表市长黄伟哲向议员蔡洪全、严嘉莹理事长甲各界善心团体致上上请谢意。很感谢这个我们的秦国西施严理事长他在这个去年也同样的发起这个活动，让我们一些弱势者在这个佳节里面呢得到一些温馨跟关怀。那今年也同样的部分就是买一箱送一箱，也送给我们的大概有750箱那我们这边的话，这一次的这个分配的对象，这个关怀的对象的话，基本上我们会朝向儿少据点的部分，就是青少年儿童这个部分来做，包括我们的寄养家庭新住民的儿童还有我们的街友也一并拉进来除了议员甲台南市百业国际安平协会帮忙，台南市成功狮子会、台南市友联狮子会、世界华人工商妇女协会大台南分会、闽通新住民关怀协会、台南市参女教育协会、复兴国中校友会、台湾职妇女协会大台南分会、德丰行粮食有限公司、中华民国外交协会等团体，也拢热烈响应这次的公益活动，希望让更多弱势家庭拢会当受惠。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有民众为了让机车的外形甲性能更加符合家己介意，拢会将车辆改装。根据高雄市监理所的统计，今年第二季的机车检验有10大无合格项目当中，都将近半数是改装机车的电工。所以监理站提醒民众唔通随便改装，不但是违法，还收到罚单。高雄林雅监理站统计，今年第2季机车检验10大不合格项目，前3名都被改装车灯包办，占不合格项目比率48.7%，将近一半。主要不合格的因素其实来自于说灯色不符，或者是形式的不符，尤其以头灯的部分，主要现阶段还是分布在所谓的传统卤素灯泡变更为所谓的 LED 灯具。又或者说灯色的部分，以符合灯色大概是橙黄色居多。那现阶段以年轻人的喜好上，他们倾向呢变更成白色或者蓝色。部分民众为了让爱车看起来更加酷炫，会想要对车灯进行改装，但却忽略了这样的行为会对自身及他人的行车安全造成危害。以交通法规来上，我们已经定义灯色的必须性。那么如果以头灯来说好了。如果变更头灯，最容易造成所谓灯色的眩光，会影响对方用路人的视觉上的差异性，那直觉的就会影响到行车上的安全。擅自改装车灯不但影响安全，还会触法让荷包失血，提醒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倘若车辆有不合格改装的话，可能会涉及到违反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第16条及第18条的部分，那罚金动辄都是900块以上。那特别针对头灯的改装，如果一样是不合格判定的话，基本上它除了会判罚金，甚至于如果一旦都是检验不合格，最有可能会被吊扣牌照，甚至是直接吊销号牌。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路，民众还是要多加留意机车车况，不要违法改装，才能保障自身及他人的行车安全。记者潘志光、苏瑜文高雄报道。感谢收看8月25日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